歡迎收睇夜間新聞，我係陳婉容。先睇下今晚嘅新聞重點。林鄭月娥分批見立法會議員。各位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開始分批會見立法會議員，爭取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。今日首先會見民主黨同工聯會嘅議員。林鄭月娥承認暫時仲未可以喺泛民入邊叫走一票。梁家寶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。前行政會議成員兼商交所主席張震遠破產，佢欠債至少1億2千萬，被高等法院頒下破產令。梁素婷報導。張震遠冇出庭應。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。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撥款條例草案，社民連同人民力量提出近4000項修訂。有建制派議員話會協調其他唔拉布嘅議員，確保有足夠人數出席會議，避免流會。江川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。衛生防護中心話，今年一共收到64宗甲型肝炎呈報個案，較舊年全年多咗近20宗。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將古巴剔除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，依家只係等國會通過。古巴就話歡迎，形容決定公正。吳文軒報導。繼續新聞時間，消委會統計過去1年超市價格調查結果，顯示200項貨品總平均售價較前年上升1.8%。潘詠儀報導。潘詠儀報導。另外，消委會嘅調查亦都發現，家私店喺送貨、安裝同埋售後服務嘅方面投訴增加。范立行報導。發生任何誤會。亞洲電視記者范立行報導。澳門今朝多個地區大停電，估計近10萬戶受到影響，電話亦都一度未能夠接通。期間接獲多宗困 lift 報告，到中午近12點半，電力先至回復正常。林永文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林永文報導。喺台灣有近100間分店嘅連鎖紅茶店英國藍出品嘅玫瑰花茶被驗出殘餘農藥超標，包括已經被禁止使用有毒性嘅殺蟲劑 DDT。楊嘉玲報導。有娛樂明美股變點啊？美股早段向上嘅，美股繼續嘅業績高峰期，道指高開後曾經。陳宇榮，天氣點啊？聽日出門口咧，記得帶多件外套啦。天文台預測，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9度，新界再低幾度。日間係天晴，最高氣溫大約28度。而家氣溫21度，相對濕度59%。各位新聞報道完，晚安。